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的4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4节到24节。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19节。哥林多前书15章35节到4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国活的体。头一先甲大家祝贺国活节快乐平安。照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批信，伫哥林多前书15章提到着几个国活的概念。首先，保罗讲，我用和合本国活，基督的国活，然后伊讲基督国活做得救的凭据。佮讲到伫基督内底爱国活，新的翻译讲了比较简单。伊讲基督的国活，神的国活，国活的身体。基督徒要安怎了解今仔日经文35节到49节所讲国活的身体呢？如果是安尼，就好那亲像尼哥底母甲耶稣提问的，敢毋是安尼？人老怎样佫会当对母体佫再出世一届呢？保罗当然毋是咧讲即种的形体，伊是咧讲好那亲像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12章23节到29节所讲的一粒麦仔的概念。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5章35节到49节安尼讲着国活的体。点知有人要问，死人安怎国活？因会用什么款的体来？戆人，恁野落的种子若要死去，兼会国活？恁所野的，无论是麦仔还是别款的五穀，不过是种子，毋是后来要大长的形体。上帝照伊的旨意，互种子有形体。逐款种子拢有家己的形体，逐款动物的肉体嘛，拢无同款。人的肉体一款，兽的肉体一款，鸟仔一款，鱼类各一款。有天顶的体，有地上的体。天体的光甲地上的体的光无同款。日头有日头的光，月有月的光，星有星的光，甚至逐粒星的光体拢无同款。世人国活嘛是安尼，卖落去会朽烂，佫会国活的袂朽烂。抬落去的是逼真的，国活的是荣耀的；抬落去的是软弱的，国活的是勇壮的；抬落去的是血肉的体，国活的是属灵的体。既然有血肉的体，就有属灵的体。所以圣经有记载，头一个亚当受造做活命的人。毋过落尾有亚当是属活命的神，但先有的毋是属灵的，是血肉的。后来有属灵的，头一个人是对地出，是土做的；第二个是对天来的。所有用土做的人，拢甲迄个头一个用土做的人同款；所有归天的人嘛，甲迄个落尾来属天的人同款。伊拄着咱有迄个头一个用土做的人的形象，嘛会有迄个落尾来属天的人的形象。领受了耶稣基督国活的活命，经过着这个国活的过程，
基督徒无个应该去追求一个圆形肉体的割腕，这是不可能的吼。咱所要追求的是一个割腕的形体，只有天顶才有的，而且是割腕袂过修烂的形体。因为上帝是创造者，也是享受活命的主，是透过耶稣基督享受割腕的性命。只要是相信的人，就要得到迄个死割腕的活命，叫拄着死亡人会通得到生命的光。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19节安尼讲着：起头上帝创造天地，地是混沌杳无形成，深渊的顶面是乌乌暗暗。上帝的神运行伫水面，上帝讲着有光。就有光。上帝看光是好，上帝将光甲暗分开。上帝叫光做日时，叫暗做暝时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头一日。上帝讲，这下水的中间有穹苍，将水顶下来下过开。上帝就做穹苍，将穹苍的下面的水甲穹苍顶面的水分开，代志就安尼完成啊！上帝叫穹苍做天，有下昏，有早起，这是第2日。上帝讲天的面这的水就集伫一所在，互大地出现，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叫大地做地。叫集中的水叫海，上帝看这是好。上帝讲地就有食物，会结籽的菜色，甲会结籽的内面有籽的树，佮将因的种类代志就安尼完成。就照着种类生出食物，就是会结籽的菜色，甲有种子的果子树。上帝看这是好，有下昏时有早起，这是第3日。上帝讲天顶的穹苍有光体来分光甲暝，嘛做季节、日、年的记号，佮伫穹苍发光照地面，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就做2个大光的光体，大的管日，小的管暝时。嘛，佮做天神，上帝将因下伫天顶的穹苍，互因照地面，嘛管日甲暝，分做光甲暗。上帝看做是好，有下昏，有早起，这是第4日。保罗所讲的，就好像亲像伫创世纪咧讲上帝的创造有种子，有日光，有不共款的体，拢是对上帝的权柄来。所以，因为有光，上帝就将黑暗中的人救出来，互人得到新的生命。这个形体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做的，是属天的形体，无搁再是属世界、属肉体的形体啊。诗篇118篇第1节到12节，第2节14节到24节，为了胜利来感谢上主，来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愿以色列讲，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上主是我的快乐，我要唱歌称赞。伊甲我解救伫上主主面的布片内面有凯旋的欢呼。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，上主的正手举悬悬，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，我袂抵到死，会活落去。通讲起上主的作为，上主严严管教我，总是无互我抵到死，甲我开公义的门，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。天主三夫起杀的这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。
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，咱着欢喜，着庆祝。感谢主伸出阮救恩，伸出阮有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死，佮救我，叫阮只要会通信，就当得到救我的活命，并且会当得到属天救我的形体，无佮再受死亡的管辖。感谢主的恩典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